在今年的全国基本竞赛，台语演讲有试办一种情景式演说，让学生囡仔现场抽题目、看图讲古，甚至评审过现场问问题，实在是足刺激的。明年开始也正式加入比赛项目，咱也来看今年得奖的囡仔是安怎练习的。拄摕到本土语演说全国特优，刘子如来甲4年学生分享，大家拢嘛真好奇，到底伊的台语有偌好？今年本土语文情景式演说是第一摆现场抽题，看到四个图就爱随准备演讲内容。刘子如毋但代表高雄市参赛，伫顶个月30，佮摕到国小组全国特优，实在无简单。因为伊对4年仔才开始练台语。甲阿嬷开讲老师嘛有甲我斗3工，所以我感觉就是因为安尼，我的台语才会变甲遐尼练长，无我之前讲话拢是客，无法度甲人开讲。看刘子如上台讲台语，语音甲写情拢真水。原来伊自细汉甲阿兄做伙学读喙语，老师认为这对伊学习演讲真有帮助。需要解说内底内容，甲伊的情景的部分，环境是安怎，伊会当家己表现出来。爱定定讲台语，而且是甲人咧讲话的时阵都爱讲台语，安尼进步会较紧。因为学校拢有台语课，所以爱认真上课。因为迄内底拢有教一寡词，毋是平常时我会当看到。刘子如讲，只要用心学，会发现台语真水。伊嘛希望大家拢来讲台语。记者陈家军、赖维做高雄报道。